这个市场的状态就很理想，在我们人生来讲，境界很高可是我们知道，一样在有因有果的范围里面然后无想天然后五境居天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初禅、大梵天、二禅、三禅、四禅、无想天五境居天，就7个。这个所以色界有、色有、七个有这个我们平常呢，虽然有说，但都没有把它归纳，就不容易记得住。然后那个无色界有四空天空无边处天，然后我们认识的是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处天，有4个有所以我们了解说加起来欲界是4个，然后色界7个就21，然后无色界4个就25，所以25有就是3界的详细说。那我们平常呢大部分经典看到只有讲3有，那看到3有就是3界有因有果有因有果有变化，是我们3界所以这个知有因知有就所有的有因有果的有知有我们呢都可以清除掉，不在知有里面打滚。所以我们要知道除非我们自己认识，然后我们自己实际的在生活之中能够做，这个都不是困难只差别在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要知道我们呢因果的东西是一定的，不是说我没有研究我不知道就没有因果，不是这样因果是定理，一定道理，有因就有果，不管你研究不研究，不管你知不知道，它都存在，它都一直在进行一直在运转。那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可以避开，我们可以避开那个有的一直循环轮回，我们可以不走有你既然不走入有这个有因有果你避开了你不造因，自然不接受果报，那个自然的。所以我们研究绝对有好处，不研究不知道不知道的话本来不该想我们起心动念了，有因造了，果就在后面。这我们不是说我不研究就没有果不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因果就好像我们呼吸，我们有呼有吸，那才会活，对不？你说我不相信因果，你唔免呼吸，会活未？未活啦！你想讲我拢不相信因果，我拢反开，我就会活落来就好敢有这个代志？没有啦！你不呼吸就生活不了，你生命就消失了。所以因果它一定的道理，我都一直讲，我们凡人因果太厉害了，很厉害。有一些是很微细的因，结果很大的果报，就是我们毁谤仙佛，毁谤经典。那个你讲出口很轻很容易，可是你这样子讲出来这么容易，那个果报要了解到是在阿鼻地狱，非常大。那我们凡尘认为这个杀人放火好像罪大恶极，可是在真的那个道理方面来讲，那个罪过不大，因为你所杀的人，你所放的火，
危害的人不多，只有个位数啊，危害到的人就少。可是你毁谤先佛、毁谤经典，害到的人就多。哦，那个啊，慧命都被你断送。所以啊，有一次，我们前问啊，那个禅莲，或许竟然用翠玲来回答。奇怪，后来或许一直想，问的不是问睡莲啊，是问禅莲，我怎么回答会回答到睡莲方面呢？他或许就在讲，我们有时候啊，不知不觉危害到人家的慧命，那个啊，就是已经会变成睡莲，那睡莲已经变成蚂蚁啊、蚊虫。那个要机灵非常困难就很少有机会啊，可以再回到呢我们这个佛性本体回来。所以那个问的意思呢，就讲说我们既然佛性不生不灭，为什么会跑入那个睡莲里面？所以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一样在有因有果的范围。那假如说我们用不生不灭佛性理来讲，那我们变成这个睡莲了以后，不是说没有机会来，有，只是时间要很长。等到它分散出去的那个生物全部死光光，它就极灵了。极灵的时候又回到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可是那个时间要经过很久我们因为我们在完成的生活时间都不长，只不过100年而已啦。我们去掉小孩子，去掉老年人，我们中间能够改变的时间都不多，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在我们可以掌握的状态之下，一定要使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光明要使它恢复到本来。所以不能去危害别人的慧命我们这个爱护都来不及了，哪可以再危害到别人所以这个睡莲呢，是我们要了解到昏睡了，就变成了蚂蚁跟蚊虫非常小的那个生物那它要极灵时间很久。那假如说我们只有是禅莲莲是残缺不全，那我们修呢，就是要修到全灵。全灵就跟佛菩萨一样完全的没有缺点。那我们现在就是残缺不全残灵是叫睡莲。所以呢，或许在这个地方又详细解说说那个时候他问呢是问禅灵，可是或许回答便用睡莲来回答，是后来才去想到不对，他问的不是这样所以那个反应比较慢可能年岁大了。所以我们现在说知有淤泥，这个淤就是淤积啦就是有些那个水不流通，然后淤积很多的那个污垢那个淤泥就是落果沫那种做伙弄什么物件知有淤泥所以各位贤贤，这4个字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能够通得过不被这知有淤泥危害，不能在这个知有淤泥里面这个流连忘返，那已经要经过很多的努力，我们才可以超越知有淤泥。所以我们了解说前面那个4个字以度比喻知有淤泥
所以啊，我们之所以啊生在凡尘，就是隐喻啦。那隐喻我们已经超越了，超越隐喻啊。只要隐喻超越了，那个后面那个知有依你呀，就容易呀，超越。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人啊怎么来？就是从引力而来。父母亲做爱把我们生下来，我们在做爱又生下子女，然后子女在做爱就生下那个孙子，就这样一代啊绵延一代。所以啊都呢在有因有果的范围里面，然后我们啊一直延续。所以啊，假如说我们不研究道理，可以说完全都不知道了。按那来，按那死，都按那来啊，都按那想，不知道所以然，到底怎么会出现在凡尘？出现了凡尘以后啊，就好好的啊，为什么会死掉？我们都没有加以研究了。然后我们研究这个性理心法，就是要彻底的知道我们根源，我们到底是为什么会落入凡尘？那在凡尘又为什么又走入六道轮回？为什么没有办法超越？所以啊，我们呢知道说，是我们不愿意超出六道轮回。不是说不可能，只要我们呢，立定了这个意志，我说，每一个人都是佛，我们都可以成佛，只要众生之见去掉，不是很困难。可是啊，我们既得的利益啊，我们都肯放舍，那这样的话呢，众生之见啊，就去不掉。那假如说我们真的想，就一定要回到我们佛的本位。那只要你发出坚定的那个心，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相信，然后全部的努力都朝我们佛性本体努力，对凡尘事看淡看清，凡尘事都是假的。等到我一口气不来你才会彻底知道，凡尘的事没有一样是真的，全部都是假的。可是等到那一刻能够大悟太慢了啦，足多我都做唔到，会负的。袂有啦，都拢已经形成啊，所以我们要事先知道，加在我会修道。要知几久，我就较认真研究的，我就唔免遮受苦。哪一个比较好？加在，对不？